来到台南市中西区的中山路，这条路边有2间百货公司，佮加上是王火车站的道路之一，周边的停车位非常的歹找，尤其是机车。这边好不好停车？蛮不好停的。蛮不好停车的哈。好不好停？你是说路边吗？对啊，路边啊。不好停啊，不好找啊，尤其假日更难停。假日不好停车。对啊，停车无方便，找一个停车场又搁惊收费收悬，因此有业者特别伫遮找一块地，甲百货公司合作，产出超过200个停车位。那这个停车场它稍微比较隐秘一些，但它主要有2个入口。那第一个入口可能是从中山路，我们在星光三月跟 Focus 百货的巷子里面进来，大概绕行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入口。另外，它从北门路有一个敦煌书局旁边的巷子，从这个巷子直接进来的话，大概也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停车场。相对这个对这边的消费者、通勤者跟那个一般民众，算是一个蛮方便的停车场。业者进一步表示，目前停车场到3月底拢伫咧试营运阶段，伫这段期间完全免费。了后的收费无超过30块，非常的亲民。伫如此一位难求的市中心，这座机车停车场的落成，绝对是民众的一大福音。台南新闻网所采访报道。